利用那个 YouTube 字幕那个模式啊，SRT 档删了，只要是纯文件档、纯文字档呢，主要是3行，第一个是数字，句话第几句话的排行数了，比如说1、2、3了，然后第2行是时间的开始到结束了，时分秒逗点毫秒，第3行就是那个字幕了。然后这个影片的作者呢，就想到自己用 Java 写 Java 程式，写Java 程式，他说要抓到那个时间点，抓到那个打键盘的时间点，厉害了，自己能够写程式。